贏得政府合約嘅一個關鍵係喺少數族裔同埋婦女工商企業辦公室 OMWBE 獲得認證。我們是一家提供全套服務的營銷和廣告代理機構，同時還是一家小型精品店。服務範圍包括創意、公司諮詢、市場調查以及媒體策劃。我們的目標是面對亞洲受眾以及其他多文化營銷受眾，切實地為企業和公司提供協助。這也是我們的利基點。我是公司的負責人和創建人。我們企業由2個獨立的公司組成。這2個公司從事機場特許經營業務，所以我們擅長於在機場展開業務。我們首先在西雅圖的斯德機場起步，然後搬入一間辦公室，當時還有2個人，加上我一共3個人。現在我們總共有大約70人了。這個企業是我在大學時和幾個朋友一起成立的。我們提供非常定制化的程式設計服務。我們提供專案管理服務。CCI 現在大約有20至25名員工，最多的時候有40名。這具體取決於季節。隨住業務的發展，我們經歷了許多可樂趣，也學到了許多東西。去年我們企業有了長足發展，我們非常感謝 OMWBE 為鐵提供的協助。我認為他們的協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對於少數族裔同埋婦女所擁有嘅小型企業而言， OMWBE 嘅認證將會協助你哋開啟獲得州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同埋當地司法部門嘅簽約同埋採購機遇嘅大門。作為一家少數族裔所有的企業，我認為獲得 OMWBE 認證的確非常重要。它為我們提供了額外的阻力和優勢。OMWBE 認證嘅目的係協助少數族裔同埋婦女所擁有嘅小型企業更多地享有為政府組織提供商品同埋服務嘅機會。呢啲組織包括州政府機構、大學、社區學院、市、鎮、縣、住房管理機構、港口同埋轉運區。獲得 OMWBE 認證嘅企業會列入 OMWBE 嘅線上名錄，咁樣便於政府組織以及私人機構嘅採購員更好地了解相關資料。面對我們的合作夥伴和企業客戶，例如 Microsoft 和 Blue Cross Blue Shield 醫療行業企業，或者 United Healthcare， 以及以前在商業層面與我們有商業往來的公司，我仍然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待，所以我們從商業和政府這2個角度來看待它，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積極作用。雖然州政府嘅簽約目標係自行決定嘅，但係州長已經特別強調咗少數族裔同埋婦女所擁有嘅小型企業對本州經濟活力所做嘅重要貢獻。作為一個內閣等級嘅部門， OMWBE 直接接觸州長同埋州各部門嘅主管，咁樣增強咗 OMWBE 喺公共同埋私人簽約中推動少數族裔和婦女擁有企業獲勝嘅能力。OMWBE 認證嘅另一個好處係 OMWBE 與其他聯邦、州同埋私人認證、商業促進同埋技術援助計劃存在聯盟關係。呢啲組織可以協助你嘅企業獲得聯邦政府同埋私營部門提供嘅商機。OMWBE 還有其他為我們提供協助的途徑，包括引薦我們參加各種簽約論壇。我們參加的一個簽約論壇匯聚了許多公共機構、州政府部門以及市民。這裏就像是我們尋求與之合作的公共機構的招募會。OMWBE 還將我們引致到稱為 WEBS 的系統。從基本上講，這是一個線上平台，向我們這樣的小型企業通告州內的商機和招標書 RFP 資訊。此外，你還可以選擇你希望展開業務的領域，以及你提供的不同服務種類，然後他們會自動將符合要求的不同 RFP 傳送到你指定的電子郵件地址。就這樣，透過該流程，我們已申請到一個非常好的業務。